工厂不会拿出真的资料。你陪我去，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。最好再多带一个人。哎，就你了。你吼，甘要买什么拖拉裤？啊，一工到毋拢无看人啊！啊，你是加趁偌济？啊，趁的吼，拢摕去行销。好啦，开新车嘛较舒适。放手啦！放手啦！你手过来。 佳姐，唔免啦，钱嘞，紧给我啦。有，随来。我点一个。喂，什么？我唔管伊什么人啊，赶紧动来，会当回来。我唔管伊什么劳检局、邮局还是情报局。来走啊哈！你若是无想要有公司倒，就卖互你吧，听见无？ 我是治安中心的劳检人员，你们这样是妨碍公务，让开！歹势，无方便啦。让开！让开！就回接啦！哎呦，就回接啦！哎呦，你有姐啊？你哪会伫遮啊？我来替你找证据，你煞家己走来好解。 给我过啦，放开啦！